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假名人、假院士、假专家啊。最近对这些名人、院士还有专家打假呀，也是如火如荼啊。有很多假的名人、假的什么院士、假的什么专家，还有什么将军，都现出了原形啊。他们招摇撞骗。今天要聊的是苏辙的后人啊，当然是自称的叫苏文。关于这个苏文的故事大家先看一段视频。又来了个假院士，这回还挂上了外国名号，自称苏辙后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的苏文被打假了。谁能想到，这个活跃夹县4年的大人物，头衔全是漏洞，甚至到了侮辱智商的程度。眼下有关苏文的信息正从河南省夹县各部门官方平台消失，其3年前与当地签订高达33亿元的项目，目前已经处于作废状态。关于苏辙后人这个身份他连自己是第几代后人都说不清，还出现了多个版本，理由居然是家谱存细微差异。而所谓的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这个身份，经查是来自民间组织，跟国内2院有本质区别，并且该院相关人士回应称，苏文与科学院并无关联。此外，其名下的多个社会头衔不是查无此机构，就是纯属空壳。更讽刺的是，夹县的神配合。2022年4月，苏文苏辙后人的身份与以三苏坟为名的夹县一拍即合，双方签署了一项总投资33亿的合作协议。当地随后又给苏文镀了金。同年，夹县东坡书院成立，苏文任法人。2年之后，夹县三苏研究院成立，苏文任研究院副院长。洗了新身份之后苏文常常以此名头再来活动。前有中科院院士阮少平被打假，后有苏辙后人、俄罗斯院士苏文现形，套路都是一样的，靠假头衔混场合，拿官方背书当新筹码，最终瞄准的都是真金白银。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谎言明明你动动手指就能够核实的，为何能够长期不被识破呢？如今苏文被举报，项目被作废，夹县一句1分钱没投，县里没受任何损失，未免太过轻巧。杜绝假专家泛滥，严格资格审查，加强监管落实，追查相关责任，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别又等按下葫芦再起瓢，才想起该堵漏洞。我看新京报今天17号有一个报道，叫33亿投资闹剧追问，引荐苏辙后人的省领导是谁？这个新京报偶尔也尿性一把这是目前国内这个有点尿性的媒体就是为数不多的之一了。就是那个去年那个用油罐车拉那个食用油的，对吧？这个新京报还搞了很多这个暗访调查，就我没记错的话被加头老师已经把它定性为这个吃里扒外，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对吧？打击这个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给外资这个带路，这么一个媒体我想大家恐怕还记得应该是新京报吧。所以今天你看人家标题就不一样了，对吧？人家矛头直指引荐苏辙后人的省领导是谁？新京报这么说的他说，近日俄罗斯外籍院士苏辙后人苏文的身份持续遭到质疑。8月17日，澎湃新闻从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县委宣传部获悉，该县正在走程序注销夹县东坡书院，预计下午就能走完流程。此外，原计划投资33亿元的夹县东坡书院综合体建设项目已自动作废，且当地未进行实质投资，未造成经济损失，投资1分未到，身份屡遭打假，相关机构正在被注销。夹县三苏坟畔一场持续3年的招商闹剧黯然收场。这场看似荒诞的骗局轻易得逞，暴露的不仅是骗子的伎俩，更是某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中轻信盲从、监管缺位的深层软肋。这是新京报说的新京报说据报道，2022年4月，自称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苏辙后人的苏文，在省领导引荐下，与夹县政府签署了总投资33亿元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墨迹未干，苏文便戴上了夹县东坡书院院长的冠冕。如今3年过去，投资分文未到，沦为闹剧。虽然合作框架协议仅体现投资意向，没有法律约束力，但种种迹象显示，所谓33亿元重磅投资，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比33亿空头支票更显荒诞的是，苏文赖以立足的层层身份。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声明查无此人，自称苏辙后人，却连祖辈代数
数都说不清。奈顶海南东坡书院院长的帽子，其依托的机构根本不见踪影，而支撑其实力的公司网络参保人数寥寥无几，注册资本与宏伟蓝图相去甚远。这些公司如同一场精心编织的幻影，在光天化日下堂皇登场。更令人痛心的是，当地政府轻信如失手。面对如此漏洞百出的背景，夹线某些官员却疏于核查，甚至辩解咱不是法官或者记者，背调有局限性。省领导引荐的光环遮蔽了审慎判断的目光，而这种引荐无疑是一种干预，这对地方招商引资来说危害不小，不仅可能导致资源的错配和浪费，还可能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退一步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事到如今，到底是经哪位省领导引荐，有没有利益勾连，不能稀里糊涂的过去，相关部门更应进行深入调查，还原事实真相，给公众一个交代。你看新京报可以啊，人家直指对吧，是哪位省领导推荐的这个苏文，领导打招呼，为什么要给他打招呼？领导知不知道这是个骗子？这中间有没有利益输送，有没有利益勾连？这都是新京报啊问的。一页薄薄的框架协议，既无实质约束，也无风险对冲，任由一个空壳院长借官方身份四处活动，俨然成了行走的夹线名片，闹剧中堂。当地官员声称没啥损失，没骗到夹线杀。然而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机遇在公安中溜走，地方文化声誉也被透支挥霍。若最初有人追问一句钱从哪来，或者查一下苏文的身份，闹剧或许就不会上演。这场外籍院士苏辙后人的投资闹剧，暴露了某些地方招商引资、疾病乱投医的浮躁与漏洞。苏文画的大饼越诱人，越映照出地方发展焦虑下争辩能力的退化。这荒诞剧落幕了，但若制度篱笆不扎紧，治理能力不提升，谁能保证下一个苏文不会卷土重来？地方的发展经不起这般虚耗。比33亿投资泡影更令人痛惜的是白白流失的时间、机会、声誉，以及遭受重创的营商环境、文化生态。这恰恰是一座小城所输不起的。基层治理不能总靠打假曝光来纠错，唯有建立科学的招商评估机制，压实决策责任，打破唯光环论，才能避免下一个苏文趁虚而入。这是新京报的评论，对吧？矛头直指引荐苏辙后人的省领导是谁？这个骗局我想有那么一点商业经验的人就能看出来。何况这个素有什么网传，对不对？咱不是地域黑但确实网传叫10亿人民9亿骗河南人民是总教练，总部设在驻马店，这个全国都有连锁店，还好多也就是这个骗子苏文跑到夹线去行骗，那你怎么跑到这个对吧？这个老挝去行骗了？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按理来说对吧？那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这是叫关公门前舞大刀，近似于自投罗网。那怎么夹线还真的上当受骗了呢？这夹线那不就是阴沟里翻了船吗？被那个小家巧对吧？玩阴的是吧？被家巧捉了眼，大概就这意思。但是这个地方政府这个态度确实让人这个没有办法恭维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吧？犯错误也很正常，但是犯了错误之后呢，你看他那个态度就是，哎呀，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我们也没偷钱。这个如果说前面确实你是疏忽或者什么其他原因导致的被骗子骗了，但是事后居然还不知道自己的损失在哪，也就是说相当于被骗子卖了，还要帮骗子数钱，最后被人营救了之后说我也没损失我没有偷钱，这是何等的悲哀实际上这个新京报说的是暴露的不仅是骗子的伎俩，对吧？骗子的骗术高超，话术非常诱人更是反映某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中轻信盲从，监管缺位，深层软肋。我还要再加一点，也就是反映了某些掌权的人对大头的这种不负责、挥霍，花起大头的钱毫不珍惜。那有人就说了，这个夹线不是没花钱，这个就错了我们的大头不光包括钱，对吧？现金，还有好多股权，对吧？还有好多矿产、山川、河海，对吧？这个自
自然资源，还包括什么无形资产。这个郏县的无形资产啊，就是那个三苏汾呐，对吧？这是郏县的一个很不错的啊，要着力打造的一个 IP， 对吧？这个对郏县的这个无形资产的损失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估量的。所以说这个郏县的这些当官呢，居然说，哎，我们没损失，这就说明他们就漠视这个大头资产，宰卖野田毫不心疼。三苏汾呐，顾名思义啊，就是咱们宋朝对吧？历史上这个唐宋八大家嘛，苏东坡对吧？苏辙就是苏轼、苏洵啊，三父子，三苏。这个三父子按理来说他们应该是四川人，老家是四川梅州的，那他怎么跟郏县有啥关系呢？你要把这个搞明白了，你就知道郏县对吧？打造这个三苏这个 IP 啊，那是绝佳。就按理来说啊，这个苏洵、苏轼啊，还有苏辙，他们三人死后啊，一般的按照中国的风俗啊，都应该回老家祖坟去安葬。哎，这个四川梅州啊，也有这个三苏坟。梅州那个三苏坟呢，他是就是苏东坡他爸，就是苏洵是葬在那儿，死了之后葬在那儿。然后苏轼和苏辙的坟呢是衣冠冢，衣冠冢就是后人对吧，在那儿随便搞了2个。那怎么这个郏县也搞了一个三苏坟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话说这个苏洵呐，他应该也出来当官了吧？啊，对吧？他就是从他走出四川之后啊，那个时候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平顶山那个地位啊，就是宋朝的时候，平顶山郏县就那一块啊，相当于现在的珠三角或者是长三角什么一个经济圈，那是相当富裕的，对吧？你想啊，离着洛阳、离着开封首都都不远，所以这个苏洵呐，他出来做官以后，他就觉得四川那个地方非常封闭、落后，交通困难，对吧？从苏洵就开始立志啊，就要举家迁到这个中原地区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北漂、沪漂、深漂一样，都从自己那个小山村或者落后地区，哎，跑到北京、跑到深圳，要在那儿安家落户。这个苏洵就当时就这么想的，因为他如果说子孙后代还在梅州的话，就非常闭塞，不仅经济不发达，而且信息也不发达，交通也不发达，所以他就立志啊，要在这个把家搬出这个四川，他就选中了郏县。但是很遗憾啊，苏洵死了，总之他是还要给他运回老家，就在梅州葬了。那么这个苏东坡呢，啊，他要完成他爸的遗愿。当时苏东坡，就苏轼啊，他在常州当官，他最后也是死在常州啊。反正苏东坡这一辈子也是，他全国哪个地方都去过嘛，对吧？湖北好像是什么海南，动不动就被贬，对吧？黄州、儋州，这不就海南吗？他最后是到常州，哎，跟他的政治对头啊王安石在南京，对吧？最后啊相会了一下。那个时候他弟弟苏辙好像也在那个开封当官吧，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郏县买了地，就是买宅子置地。然后这个苏轼啊，他就给他的后人啊留下遗言，他死了要埋在郏县，就这意思啊。所以他死后啊，这个他给那个他弟弟苏辙好像也写了信，把他的遗体啊从那个常州运到郏县，在郏县埋了。后来苏辙死了之后也埋在郏县，就是他哥那个旁边。那后来给他爸也搞了一个叫什么衣冠冢，本来那地方是叫二苏坟，就是苏轼和苏辙俩人兄弟俩，后来加上他爸衣冠冢，那就变成三苏坟。也就是啊，这个宋代的大文豪一家都看中了郏县这个地方好风光，对吧？这个地方好，那你说这个难道被对吧宋朝大文豪认证过的地方还不够吹的吗？所以啊，这个三苏坟完全就是郏县的一个名片，对吧？一个重点打造的一个 IP， 结果深深让这个骗子对吧自称苏辙的后人苏文给耽误了好几年，这就耽误了发展了。时间就是金钱呐，何况这个苏文拿着这个框架协议，你也不知道在全国到处招摇撞骗，对吧？给郏县这个三苏坟这个 IP 啊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带来了多大负面影响。他肯定拿着这个框架协议到处骗呢，这个就是骗子的本事啊！骗子一定是空手套白狼，对吧？跟你讲个故事，从你这儿拿一个协议，他然后再去骗别的家呀出钱，对吧？你看我跟这个地方政府已经拿到了这个东坡书院，对吧？整个的三苏的 IP 都是我来打造，我来经营，我来营销，对吧？那你看这么大一个生意，你不投钱吗？他在这拿着这个去跟人家骗钱，拿到了钱再跟政府骗，对吧？要地，对吧？你看我这资金快到位了，对，你给我批地啊，产业园呐。好，政府第一批他又拿着地去银行抵押，然后再去骗钱就开发，我先把房子盖起来卖房子，对，都这么一套啊，没有什么新鲜的。这种骗子啊，对吧？咱们是见得多了。如果你没有见过，那你看媒体报道也非常多啊，都是这么一个套路啊。什么叫空手套白狼？这个骗子骗局为什么就这么快暴露了呢？最主要他是1分钱没到，
那为什么1分钱没到呢？我告诉你啊，如果这个苏文啊，只要到了几个亿，他这个骗局都不会被拆穿的。就是你再多人质疑他说你不是苏辙的后人，你没人搭理，对吧？能弄来钱的，能招商引资的，那就是好汉。是不是苏辙的后人？谁管他？你是苏辙的后人，你搞不来投资有什么用啊？所以你看啊，他这里面苏辙的后人是他骗地方政府，是一个敲门砖，本质上对吧？是人家看中他钱，他能有33个亿的投资，结果钱没到位。那为什么没到位呢？这大家都懂啊，因为房地产低迷啊，开发商都暴雷了，你这个骗局骗不下去了。你看啊，他先拿一个 IP 的经营权，拿这个本来是要去骗别的老板的投资，别的老板只要一投资一到位，他就再骗政府的地，对吧？政府的批地啊，文化产业园嘛，他要盖东坡学院呢，那不要地吗？然后他要盖这个东坡小区啊，房子一盖好就卖，这不钱不就来了吗？但是现在房地产低迷，对吧？你一说到房地产开发，别人就不投了，知道这钱投下去，你盖了房子，钱也回不来，所以他很难骗到钱，没人愿意投。如果你投的真的是旅游产业，对吧？他这个要么就打造旅游产业嘛，文旅，对吧？结合那旅游产业现在都在赔钱呢，哪个在赚钱？张家界的那个什么大庸古城投了20亿，现在是关着门的，只有停车场是在赚钱，对吧？那个峨眉山的什么云上峨眉还是什么，也是暴亏啊。你比如说那个西安的，对吧？是叫曲江控股吧？总之那个大唐不夜城那一大堆的大明宫，看着人特别多，但是年年赔钱。你无论是从旅游行业看，还是从房地产看，都不赚钱。所以你拿着这个故事再去融资，已经拿不到钱了。往年啊，比如说8年前这个故事卖给王健林，王健林他可能就要投钱，文旅就来了，他手上有文旅项目，马上就过来开发，对吧？这个苏文干的就这事，对吧？去要么找王老板，要么找许家印，对吧？要么找这个孙宏斌，反正搞文旅项目都是现成的。但是这些人坐牢，对吧？在这个渡劫，所以说啊，这个故事他讲不下去了，骗不来钱，所以3年一事无成，所以底就被人揭掉了。这个暴露了某些地方招商引资，叫病急乱投医啊，最起码的背调都不去做，实际上啊，就是反映出对这个无形资产，对这个大头啊极其不负责，对吧？大头的钱就是这么挥霍掉的，大头的资产啊就是这么消耗掉的。随着经济下行啊，过去很多这个骗局啊，很多故事难以为继，就是再这么讲不下去，因为环境不支持，全国啊各地这个大大小小的特色小镇是不是都在关门啊，对吧？各种文旅项目也都在烂尾。当然了，我说的这个都是以地产为底层逻辑的，对吧？真正是以文化为底层逻辑的，那这个现在还是比较火啊，至少它不受房地产这个拖累。我看这个夹县啊，地方官员这个思想啊，那说明这个夹县的发展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也就是说，就是抱着金饭碗要饭。这个夹县还最近在网上比较火啊，不有一个面馆什么夹县饸饹面，那跟夹县有关系啊，对吧？免费续面，结果在网上搞的也是热火朝天的，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夹县一下在网上火了，对吧？前有大文豪啊，三苏父子背书，后有这个什么免费续面助力助推呀。如果我们把这个苏东坡这个 IP 给去掉啊，把这个文旅你把它扩大化，把它变成新能源汽车，把它变成光伏产业，对吧？比如说这个什么多晶硅，那全国各地不都这样的故事都在，对吧？上演没啥区别啊。所以你看啊，一通百通。但许老板跑到天津滨海新区，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啊？新能源汽车，对吧？要那个地方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基地，我要投资500亿，对吧？年产多少辆新能源汽车？哪个地方政府听了他不激动啊？对吧？许老板是首富啊，有上个那个，对吧？城楼，所以那故事跟那个苏文讲的是一模一样啊，对吧？他是拿这个新能源汽车的 PPT 去讲故事，完了之后，地方政府就给他产业园，产业园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土地，第二提供政策，第三个还给你提供启动资金配套的基金。许老板去拿了地，对吧？别的不动，先把住宅楼盖好，先卖，对吧？房地产先做起来，哎，再说这个产业园的事，你看是不是这么玩？恒大汽车天津工厂啊，就是这么诞生的。现在呢，那是不是对吧？这个天津有关部门也可以说我们也没出钱，怕什么呢？话不能这么说。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全国各地对吧？这样的骗局是不是在此起彼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随着这个经济低迷啊，这些骗局都要水落石出啊。也就是咱们老说的那句话，这海水退去啊，谁在裸泳啊？苏文跟许老板的区别，无非就是苏文对自己进行了包装，哎，他非要说他是苏辙的后人。说实话啊，这个苏文是苏辙的后人概率还挺大，反正都姓苏嘛。然后他是俄罗斯外籍院士，这个俄罗斯外籍院士真假也不重要，你就是真的俄罗斯外籍院士，他也不值钱了。所以啊，这个关于苏文33亿投资闹剧这个事，重点不在他身份造假，重点是这个故事讲不下去，这个故事爆雷了。接下来啊，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故事爆雷，这样的骗局爆雷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
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